明洞點樣體驗最全面嘅玩法？食醬蟹、韓服影相、韓式化妝、色彩診斷，單件批發店咪咪拉都可以喺明洞度揾到啦。蘇拉劇站，秋天嚟韓國咧就梗係要食蟹啦。Oh my god！明洞都可以食到咁肥美嘅醬蟹，認真咩？兩人套餐，超級多小菜，仲有醬蝦，社長一直大讚未食過咁好水準嘅醬蟹。另外我哋仲點咗生牛肉同埋湯，醬蟹肉咧真係多到唔係講笑，唔中意食飯嘅我直接清碗，完全冇腥味。未食過嘅朋友咧都可以挑戰一下，中意食嘅朋友直接來就對咯。環境咧係結合咗傳統同現代嘅氛圍，上菜嘅時候咧超有儀式感，感覺咧喺呢度咧慶祝特別節日咧都係滿分。想着韓服影相，但係又唔想喺條街度周圍走，直接嚟韓服 studio 換。除咗可以體驗着韓服，仲有攝影師為你拍照留念。着上咁靚嘅韓服咧，仲要有一個韓針配搭吧。韓式化妝師都為你準備就緒，短髮都可以直接幫你變長，古代味就出來咯。唔知道自己要揀咩妝容，色彩診斷服務即刻可以了解自己最適合嘅妝容顏色，連髮色、隱形眼鏡、眼鏡框、化妝品都可以了解到位。了解完畢之後咧，仲可以直接喺明洞大買衣波。不得不說咧，成片咁讚，90%都係咧攝影師賺出嚟噶，情緒價值比好比滿，動作都諗好埋。推薦咪咪拉進駐明洞啦，1500平3層就喺明洞站7號出口1分鐘嘅距離，規模完全唔輸東大門本店，而且更加方便，快買一波嘅好選擇。2樓係飾品、手機配飾、髮飾、銀飾等等，3樓係鞋類品牌進駐、時尚服裝配飾等，4樓係美妝護膚產品，仲可以買食嘅。呢個行程直接滿足中意食、中意影、中意買嘅你，會唔會太方便？想要資訊嘅朋友留言加1，全部發俾你。分享儲存同加運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睇下咩拜用。